发生问题的时阵，咱会烦恼就出来，敢是？因为和我有关系嘛。如果和我无关系，这个物件歹去，无要无紧啊，也无开着我的钱，敢是？嘿，毋过只要开着我的钱，我的心就疼啊，因为要去开钱啊。哦，我嘛，跟我有关系嘛。哦，所以当咱把这个我看了足重的时阵，咱的痛苦、咱的烦恼就生出来啊！哦，咱来去培养啥？把咱这个我看较轻的啊！哦，才互咱做一个练习啊！要安怎把我这个我去掉？就是讲，当咱拄着代志的时阵，咱拄着问题的时阵，咱会当去做一个思考。把这个我去掉，咱的心境其实是完全拢无同款的啦吼。好，第一个就是讲，伊竟然对我讲安尼的话，听了都无欢喜的。吼，伊竟然对我讲安尼的话，把这个我去掉，要安怎讲？一句话变安怎？把我去掉啊！伊竟然对我讲安尼的话，啊无我一句话变安怎？讲看卖啊！安尼较袂爱。竟然讲迄种话。伊竟然讲迄款话，哦，和我较无关系嘛，咱听起来较袂晓硬叫嘛，哦，其实这强度是有差的哦。来，第二个，这对我有啥物好处？甲我去掉会变安怎？这有啥物好处？这有啥物好处？这有啥物好处？我敢看有，这对我有啥物好处？甲我去掉。这到底有啥物好处？这到底有啥物好处？第二个就是讲，这对大家有啥物好处？敢是？甲我去掉，变成大家格局是毋是变大？无搁甲这个范围缩小伫咱家己一个身躯，咱每一个人的烦恼痛苦，就是因为咱拢抱着就是我嘛，我的物件受伤害啊嘛，伊无听我的话嘛，伊无配合我嘛，所以我的心袂平衡嘛，我的心会艰苦嘛，所以咱有思考无？咱敢若爱伊乖，爱伊听话，爱伊配合咱，咱拢有条件去对人好呢。毋过仙佛菩萨，包括咱这个大地，包括咱这个道，伊无哦，他对待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分别，伊的。